請各位記得俾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，係免費㗎，只要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郵輪抵達日本橫濱之後，碧如同津文就開始東京10日嘅自由行啦。同坐郵輪唔同，上咗岸就要自己揾食，要計劃去邊度食啲乜嘢。不過咁又有另外一番樂趣嘅。最緊要嘅係上咗岸冇暈浪問題，就可以大快朵頤啦。而去豐洲食海鮮就係其中嘅重頭戲啦。身在此山061，豐洲築地嘗美食。魚市場由築地搬去豐洲，經過好多波折之後，終於喺2018年正式開業。我哋呢次去豐洲，發現搭無人駕駛嘅自動電車系統百合海鷗線最快最直接，搭到市場前站，通過天橋就可以到達。我哋嗰日主要去2024年先至落成嘅豐洲千客萬來，嗰度好有江戶時代風格，由木造房舍同埋鐘樓構成。我哋首先去食壽司，嗰位師傅特登走過嚟握壽司俾我哋睇，佢嘅刀工同製作壽司嘅手勢相當專業，雖然唔係廚師發辦，但都幾有嗰種風味。我哋食得相當滿意。食完壽司行一輪，跟住就去食生蠔，啲生蠔好新鮮。我哋試咗幾款，產地包括宮城、茨城、岩手同北海道。好有海水味，肥美新鮮，真係正。不過津文仲係比較懷念築地市場，一來嗰邊有歷史感，二來交通更方便。佢喺2016年單人匹馬前後去咗3次築地，其中一次凌晨4點半落住滂沱大雨，照樣前去。佢首先去大和壽司排隊，入咗之後，料理師傅睇住客人食完一件，先至再奉上一件。呢個正統食法，確保每一件壽司啲魚肉都好有鮮味。津文覺得嗰次食嘅壽司件件都係精緻嘅藝術品。津文意猶未盡，跟住又去更加出名嘅壽司大嗰度排隊，結果排咗超過3個半鐘先至入到去。壽司大嘅料理師傅好鬼馬，因為客人來自世界各地，佢咩語言都講到幾句，令現場氣氛非常熱鬧，好似睇緊棟篤笑。壽司大嘅料理長發版套餐，最後一件壽司由客人自己決定食乜嘢。津文選咗比較冷門嘅小旗，貪佢嘅賣相同肉質都比較特別。嗰一餐，津文嘅評語係排咁耐隊都係值得嘅。築地、豐洲各有特色。豐洲除咗食，仲可以睇魚市場拍賣。築地就勝在場外市場仍然老店林立，而且交通方便，所以下次再去東京，豐洲同築地都會係我哋嘅必遊景點。